大家早，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二，美国各大指数，经过2天的反弹以后呢，好像今天又下跌了。因为昨天呢，这个指数呢第二天下跌，看来呢就在这些指数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连续4个礼拜下跌以后呢，连续2天呢都有一些呢就买盘啊。趁低买进，所以呢，昨天呢，道琼斯最后是涨了353点，涨0.85%，不错的。前一天涨了600多点，2天加起来呢，反弹了1000点的了。昨天最后呢，S&P 涨36点，涨0.64%，Nasdaq 涨55点，0.31%，小型股 Russell 2000涨24点，涨1.19%是最多的了。但是呢，就反弹2天以后呢，今天又是比较弱，所有指数呢都是呢就低开低走。道琼斯开的时候呢就低开50多点不多，但是呢慢慢的跌下去，现在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呢，开盘大概2个小时352点呢，最差的时候跌。当然也不是很多，但是4个指数里边呢，跌得比较多的话呢，就是这个科技股，差不多曾经跌了2%。今天呢，其实没有特别的经济数据呢去影响这个市场的，大家呢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今天跟明天连续2天的这个联储局会议，明天呢就会公报了他们这个议息的结果。通常呢，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呢，特别这个利率期货市场反映呢，就明天基本上会维持利率不变，只有1%，很少很少呢，说會減0.25。但是呢，最重點呢，投資者會留意呢，會議以後聯儲局主席這個講話，他對於這個經濟的評估，以及呢聯儲局今年呢可能提供什麼政策等等的這個去找這個方向。但是呢，就基本上要看啦，等到再下一邊5月7號呢，減利率的可能性呢達到了1.20%，但是對比較再大幾率的就應該就等到6月18號的話呢，就會有65%的可能性呢，起碼會減0.25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這個10年公債利率呢，基本上呢就沒有改變，就都是等到這個聯儲局開會。10年公債利率是停留在4.3，沒有變動。地緣政治方面呢，就以色列在對於哈馬斯2個月的停火期結束以後呢，發動了對這個加沙的這個空襲，所以又開始緊張起來。另外呢，俄羅斯烏克蘭這邊的話呢，這個停火協議呢，它是基本上同意，但是它這個條件呢還在討論，所以呢就變成呢就推動呢這幾天這樣的話呢，油價連續第3天上漲，黃金也是 WTI 原油現在是67.3毛9，就漲了0.01%，黃金呢就更加再創新高了，再衝破3030，現在是3039，再漲1.1%。反過來呢，歐洲那邊的表現呢，就都延續今年的這個優勢，相對於美國的話呢，他們這些這個指數表現更加比較好一點。今天這個英國 FTSE 漲8693，漲0.15%，德國漲23300多，漲0.78%，法國 CAC 8109，漲0.44%等等啦。最近嘅投資者對於這個歐洲方面的 allocation 呢，已經是2021年中期以來的最高的水準啦。相比以下的話呢，最近美國股票的這個 allocation 呢，創下了紀錄性的這個下跌啊。好了，今日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為你報道。